nga ka anyu chia de nga ka lo ju dun ko le chen jo ya ta ta lo ju ji re ju ji lo rin son pa ta ndi ya ka lo ri ye ba dun ko nga po ni do po mo ji po po song ye给他张波现在等着些样今年对军扎头呢咱那个扎头呢嘛看啥怎么着再来的一那用个钱那把个扎些就着了哦呀咋从看看现着没到没个把咋哇把人尊动等上着进跟你嘛接着去这不能把我们现在当我个看些个张么谁跟都扎些就着七来的满个的同事的等着谁问的那谁张么多我们现在这不能把等的钱那把个我店里面才会学过等你挖出来这个是这些来一个桑波扎嘛桑波扎给的那做些呢容没中容个 package 呢我才用容了容易把给东一根的大些嘛些呢家人进去没包一针嘞其他等价钱像我进那特价这样怕给怕人呢，俺做怕没有没钱，俺做了也比人前相当一样。没得所当所以呢，怕给当怕人呢，没得的从他拉所样。容给没得，容给龙巴，容给给本大说，是这些。哎呀，这不能把他张某嘛进追啥嘛的啊？他张某嘛进上坡这个了，他张某追啥嘛的？等着这是的。他妈要为的是用贝里巴塞拉亚罗，没有伴奏是对，没有伴奏直接清唱。哎呀，远东都写歌了，这不能吧？远东都写歌了，没得。远东都写歌，赶紧去，这人就能把赶紧去啊！完了呢，都够明明出嘛，都够人蛮求着去。俺做去这些个的，给钱写钱做了的，今年钱能把个俺做给钱没写的，干的的。姐姐生意好是赶紧去。俺这个给钱的你们都也做不能吧？是比工人的嘛有呢，俺做呢工钱把赢啦。谁懂你们文档的嘛呢？俺做呢动马把赢。刚们送去给一个张当的嘛不呢？俺做呢不把赢啦，你必须进个叉的嘛去呢？俺做呢卡哇钢琴把赢是，你不多的给钱的哎，给着这你在哪里上大学？没有。老人东坡讲着嘛，你哎呦，在这大学都没做啊，没吃日子3个狗，对呀，是不是好听吗？讲听不懂是真的吗？听不懂的话，要来要去，走来走去。该意思的在哪句？你能不能重新说一下？我录音一下子。来，我在这边放一个伴奏啊，宝贝们，然后就放一个伴奏，你们可以录啊。伴奏现在跟着录个什么？呀。讲的康巴语特别好听噻，俺这个当然得坐着，哦呀，俺这当然得坐着嘞，俺这当然得坐着，这边的康巴姑娘，好的，准备好了吗？你们是这子呀，我那个，是比工人的嘛有呢，俺做呢工钱把赢啦，山东人民文档的嘛样呢？俺做呢动马把赢，刚们送去给一个张当的嘛不呢？俺做呢不把赢啦，没必须进个叉的嘛去呢？俺做呢卡哇钢琴把赢，快点去，抓起的嘞！哎呀，他就这个伴奏的话有点快了，是不是？这个伴奏的第一次快你就擦出来，么着，这不能吧？呀，是这的。哎呀，赶紧去，当等出来样，你录屏好了，希望你火啊！希望我不火，你火，是那个叫什么事？有看吧会听不懂是？好辛苦你了，是没事，好听是，真好，谢谢你了，拉手赶紧去，太好了是。等你俺做个等得起了一个上坡这些的，我研究年波张不约着来，我们这周不能吧？第一呢，我伴奏的类似呢，第一我超长不张不认知的，打起俺得做这是个新张不认知的，第一的略些嘛的呢也去的嘞，太好了，是赶紧去，打起能把个那玩意呢，第一俺快乐是，那玩意呢，第一我俺打热茶了的啊，周不能吧？阿家能把错，打发抖音了，打死。
哎呀喂，你哪里都发可以？你的女儿几岁了？是我的女儿嘛？我的女儿今年8岁了，老姐，去做那么这几个了都，我那么这做研究员了呢，那么研究做等着去做个安牛研究，那俺了半年月，那么怕跟空着有那俺了帮忙几月大，是不是？但俺们那么做了没？安牛那了，妈把那么打了一个，是不是？你真的话，但是就是我来跑去了干嘛？我的儿子4岁，是真的假的？写的了，就要写的了，听那个不会落气呗。啊，你也跑么落气查下，你这大起来电视嘛去？啊，再唱一个可以吗？刚才那个没录是，刚刚那个没录，再说一个嘛？那大家都已经录完了，你在哪里去了嘛，哥？那我就给你们说个3步骤的那个吧，3步骤个给设计的很那的，来。在你们录啊，你们会活啊，是这样的吗？是这么子了，俺掌握起码的。但是我这个声音的话有一点点流浪，我要了。做鸽子的姐姐的好，姐姐好喜欢你啊，性格是干正气。那说呀，你们说啊，这不那么伴奏要不要？声音太大了是好的，伴奏不要是吧？那我就直接这样说了啊，我想录视频是可以呀。啊，3步骤很多，3步骤的很那个去3个，你话筒这个。准备好了吗？家了吗？啊，怎么演绎啊？刚才这个3步骤个了的，1、2、3，给你们不行呐，容没中，容个怕给的呐，我才样，容了容又把给动一个的大黑马黑呐，干正亲戚没不一这里，几大等家姐，像我几拿特姐，这样怕给怕一呢。怕米用米去俺做了一笔，人情是那么一样，没的说当所以呢，怕给当怕一呢，没的从他拉手样，容给没的，容给龙巴，容给给本大说，我要讲什么？差不多了啊，答可以了吗？答可以了，你们录完了吗？答，你加个的答嘞，我一点点加了，加了吗？谁家现在录完了是？我要马了，那是伴奏轻轻就有的年轻3个嘞，可以。